许是你有两个口袋，一个是愉快，一个是悲哀。心情好坏，仔细想想，哪个口袋你常打开？也许是你有两种心怀，一个是期待，一个是感慨。飞扬低沉，不停徘徊，在你的心里常澎湃。也许是你有两个口袋，一个是愉快，一个是悲哀。心情好坏，仔细想想，哪个口袋你常打开？也许是你有两种心怀，一个是期待，一个是感慨。飞扬低沉，不停徘徊，在你的心里常澎湃。